耶穌第一次去向門徒呼召，佢係講緊乜嘢？呼召就係來跟從我，一齊講1、2、3，來跟從我，係啦，就係跟從耶穌。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。耶穌，你係咪錯焦點啊？你同一個漁夫講，你唔好得魚啦，你得人啦咁樣。即係你諗下，由喺海邊來跟從我，到叫你得人。喂，我同緊一個咩人講嘢啊？耶穌佢首先真係成為咗個得人嘅漁夫喎。耶穌呼召門徒講得人，耶穌首先係已經係得人，但係我哋見到呢3節裏邊，耶穌點樣得到呢啲人啊？服侍佢哋，人子來係要服侍人，醫治佢哋嘅需要，人嘅需要被滿足啦，人受感去跟隨主。所以今日耶穌向門徒所發出呢個呼召，來跟從我，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，係叫你做乜嘢？係叫你服侍人。當我哋咁樣去服侍人嘅時候，我哋就得着佢哋，就好似耶穌咁樣，呢啲人嘅需要被滿足啦，佢受感啦，佢就喺好多地方，好多嘅人嚟到去跟隨耶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日或者聽日啦，你翻去你嘅海裏邊嘅時候，你望到嘅唔係魚啦，唔係你想追求嘅目標啦，耶穌要提升我哋。